外口拢是雪，有够水的。其实我今日下早有爬起来看，敢会当搁看一个金色的马头红。结果我脚垫一扭开，看到的是白色色的雪，甲大梦的山，所以我就搁缩转去困啊。阮即摆伫早晚住4天，情形阮会当伫第2天就看到金色的马头红。上山的时阵，马头红嘛有出来甲阮 say hello。我想，若是阮头一天就上山，应该就看袂到啊，因为头一天的云就高的，所以阮第2天会当看到，真正是袂歹。阮今日安排的行程是要去健行，阮要为早晚行到一个叫做 Ferry 的所在，来回差不多爱2点钟左右。我即摆有扎者爬山关啊，安尼哪吐哪行，较袂遐忝。爬山有够忝的。虽然咧落雪，不过一点仔拢袂寒，我拢甲外套脱掉啊。冻诶，这支我诶，冻诶，赶紧冻诶，冻诶，这支我诶啦。你偷给我，你偷给我爬山关啊，这支我诶，冻诶。头姐，你来手，你来手爱爬山关啊！你敢要冻诶？冻诶！你给我冻诶！冻诶！莫走！天啊，一支我诶！喂，你走，快外路走！哇，这石头遮拢结冰啊！差不多到啊！我后壁遐就是 Ferry 缆车站。阮昨昏若是要去另外一条山，就会直接换车换坐另外一条线去另外一条山。啊，阮今仔日无要坐缆车，所以我想阮就无要行过啊。这咱看到早晚的，就是阮这几天住的所在。我发现吼，阮早说爬山关啊，除了行路有较轻松淡薄，阁有另外一个好处，就是吼，这咧拢是雪嘛，有的所在咱毋知影伊是空的还是有路，所以咧，咱会当用这爬山关啊，安尼甲拄落，就会当知影头前敢会当行，安尼较袂危险。亲像头拄有一个所在，阮小妹想要行过翕相，我就甲讲你先拄看卖啊，结果伊拄落，哇，遐深甲！好甲知影伊无行过，无就害啊！总算是回来啊！这摆有名5健行伫冬天无，敢若热天才有。毋过冬天嘛有真侪健行的路线，大家若是有兴趣，会当家己去查一下哦。好，安尼今日影片就到这，若是喜欢我影片的话，就我起赞，甲分享出去。要订阅关注频道，要直接订阅的快讯都安尼看到讯息，一直通知哦。另外，你上网 Facebook、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帮我直接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后一个节目再会。